尽量。虽然没有办法陪你在你身边，但你看到我行李箱就会想到我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也持续用他手中的球棒，在新庄棒球场写下属于他的记录。这些记录包括打老来，先请蒙哥交给我们的唱歌。好的，那么一起来揭晓这个礼物会是什么呢？拜拜。好的，这就是印有恰恰23的行李箱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我们赠送行李箱也希望陪伴退休恰恰可以一起环游世界。来，我们请峰哥来说明一下这个行李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其实也想了很久，要送他什么东西，其实也想不太出来。那其实有跟他聊到，他退休以后想出国进修，所以说我想行李箱是最适合的，所以我就送他行李箱。有峰哥自己52号的标签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峰哥？虽然没有办法陪你在你身边，但你看到我行李箱就会想到我。之前说呢，高尔夫球具是希望他能够在退休生活能够有比较写意的生活。那看起来他最近还是很忙，所以希望这个行李箱可以陪着我一起去国外进修，学到更多东西。谢谢。好的，欢迎再给峰哥掌声。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打击区打击，那当时只有2000多名的球迷，那对我来说是非常多的，因为我刚从业余上来，记得外野还是草皮，那从设备普通到现在，因为有富邦球坛的经营，让整个设备成长了许多。那也非常感谢富邦球团，也非常感谢各位球迷的支持，让我们能够继续成长。谢谢。